后来继续来看，卫福部食药署针对着外送员各有上新的规定，讲这个外送员在配送的过程当中，袂使食粉，袂使食槟榔，嘛袂使捕树奶糖，违规者上悬罚款2亿。 便当出门无时间煮饭，哪来哪侪人爱用手机啊、手枕头啊、背咧叫外送申诉诉省。不过针对外送人员的规范，各有新的规定。增订外送平台提供食品外送服务，外送员及外送食品过程应遵循的相关管理规范。食药署6月7日颁布修订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，增加外送人员伫咧规个服务过程内底，若袂当食粉、食槟榔，就含捕树奶糖嘛袂使。同时，食品嘛爱规个包好势，若是违规，得罚10万块以上，相关2亿的罚款。不过对这个新规定，外送人员有话要讲，觉得有点矫枉过正的感觉，因为有时候外送员为了提神，他可能需要吃一点口香糖啊，或者含个糖果啊，那这样子等于这些都不行的话，那是不是干脆以后是不是政府应该列一个表，告诉我们哪些东西可以吃，哪些东西不能吃？消息一日出来，伫咧外送人员群组内底，大家拢伫咧起楚楚，大家拢认为捕树奶糖也无啥，不过某人认为外送平台已经是餐饮业的一部分，就亲像是导致细汉服务人员嘛袂当捕树奶糖做餐点、上餐点。我是觉得口香糖应该还好，对，口香糖对啊，就是提神啊，所以应该还好。觉得这样很合理，很好啊，因为基本上的话，口香糖应该是会造成环境污染。捕树奶糖敢没有影响？民众的看法无同款。对这个新规定，有外送平台回应，已经将规定落实平台教育课程，未来继续配合政策的方向。有的是回应，搁伫咧研究了解。这个新规定敢真正会当提升服务品质，都要搁继续观察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